咱手，姊妹来祈祷。伸出你的圣手来保护、看顾阮离开这个强风暴雨，也互阮会通闪避，会通伫遮得到平安。愿主你继续赐予阮行入你恩典的道路，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也这请这，咱要为着咱的国家掌权的，为着咱的列祖，咱有得罪上帝，无行上帝所无欢喜的。这块土地，感谢有老人的血，也有侪某上的敬拜，无将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求主来赦免咱来读上帝的话来。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亲像你对爱因到那常常赦免因之恩。要我讲，我照你的话赦免因。咱恳求祈祷，为着咱老爸家，为着咱列祖，无认捌上帝，行上帝所无欢喜的，对到土地受损害、受咒诅，
求主来帮助咱，人若回转到主面前，土地就要恢复这祝福。愿主来赐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咱开声来祈祷。上帝，阮世间人拢亏欠你的荣耀，无将应该你的荣耀归予主你，归予人手所做这个罪万米，求你来赦免阮，阮检讨行伫上帝你无欢喜的事的顶面，求你家己来清气赦免，互阮会通回转来到主你面前，会通当着福音的好处。会通伫遮分享主你永活的真理，互人会通伫遮做伙来敬拜你，愿主你来赦阮、撤销阮一切有意无意所犯的罪，愿主你来帮助阮，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着阮伫十字架顶来付上代价，所以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大大开喙，你就要大大充满，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要为着兄弟姊妹，咱的心灵，也是你头前的道路，求主来安排来医治，来祝福。咱来读主的话，主要我的父亲有志我的灵，互因倒得困，这倒的我妻子受寒了中的，我要带伊倒来，受伤的我要留伊化病的，我要医治道道为的用的，我要扶庇伊，也要变光有指引。咱要开嘴来祈祷，特别你若伫心灵有需要才会同工来服侍来带倒的，你会通伫你的座位徛起来会通徛伫两边你有需要大来开嘴，上帝就要医治来帮助你免惊歹势你的需要，毋通家己伫遐艰苦逐个为着你伫遮来带倒你这时阵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也是你会通换手伫你病痛的所在，会通你需要祝福的咱会通伫遮来服侍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需要带倒的就站起来这样同工就会通为你祈祷。神到倒位就要得到自由，所以奉你名伫遮大大开喙，你就要大大充满因，你医治的大欢迎充满伫病痛的所在，伫心灵不安的所在，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大医生、大权能的主。愿主你来听阮的祈祷，讨办互阮的兄弟姊妹得到平安，得到自由，得到医治，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最后咱要为着主日的礼拜来祈祷，来守望，望上帝透过咱大家带祷，互
整个的事项拢会通真顺遂，咱来读上帝话做来。主啊，因为你是好，欢喜赦免人，有丰盛的慈爱，赏赐喜爱，因着你的人，求你暗暝中听我的祈祷，暗落听我困求的声。咱要为着牧师讲道的信心，为着每一位服侍的同工，对咱即摆到伫教会有接待人，或者招待人，到伫楼顶，咱当时有儿少亲后儿少亲的礼拜，伫7楼，所有的这服侍同工，拢需要大家代祷，上帝开力就充满伫每一个人中间，也为着今日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有因的需要。为着二小牧区守成团等等遮个，还佫有下晡1点牧师甲团队有要教导小组长的训练，咱开声来祈祷，为着第2区遮个兄弟遮个服侍同工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欢迎的主上帝，我要来学乐来感谢你。这时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咱大家做伙起立。我要来将荣耀归予你，愿主你照你的真理来启示你家己，照你的圣经的话，互阮来明白你的心意，来通徛伫迄破徛的所在来守望来祈祷的时。主，你着对天窗拍开你的天窗，对你的施恩宝座来享受你的供应，享受你的启示，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的真理，也通用信心照你去行，拢正做福气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免。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你着用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各位兄弟，伫路加福音19章40节记载，恁若无要也无落伊，连石头也要起来学落。只是咱敢袂较输石头吗？只是咱做伙来学落咱上帝。我
我心内就马上一个想法，听的风吹，亲像咱毋知各位有经验无？你当你徛伫海边啊，目睭揢揢，有风咧来吹的时阵，即种的爱，真正听甲亲像风吹咧来吹，感觉是上帝伫咧甲你搭甲你笑笑共款，毋知各位有即种经验无？伫这所在。也互我想到即首诗歌的联想。伫咱感觉日常的生活中间，你有感碰到艰苦心的时阵，你有感觉伫海边啊，迄种山顶的脚印，明明是甲耶稣主耶稣同行的时阵是死的脚印，为什么你看到两个脚印？迄时你会感觉讲真懊恼，为什么上帝你离开我？上时伫这所在，我想到这个启示的时阵，伊就讲，主耶稣，马上甲你甲你讲，迄个脚印是我的，因为我看你已经艰苦甲真艰苦啊，所以我甲你抱起来。是上帝永远袂离开咱，除非是咱家己去离开上帝。听，就是亲像这个风吹共款，你永远甲咱牵条条，永远袂放离。吹，也听见风吹，轻轻把雨阮飞。不管天边遐尼宽，不管风雨遐尼大，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阮的山。
是阮行伫人生的道路漂流不定的时阵，阮掠做阮孤单，阮掠做阮无伴，但是你依然伸出你的圣手来扶持阮，来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主你为阮备办稳定的道路。求你来帮助阮，透过今仔日的礼拜学乐，互阮会通进到伫你的圣殿，甲主你相见面，感受你的平安，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毋望，赏赐阮的气力，继续勇敢行伫阮人生的道路，也透过你的恩典赏赐阮，互阮会通成做主你要所人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来听信息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请咱起立吟全首。阮要同心感谢俄罗你，俄罗你的恩典甲疼痛，你的伟大甲荣光，你是全知全能独一的神。阮体会宇宙中你的奥妙甲安排，感谢上帝将你独生圣子救主耶稣赏赐世间，互今仔信伊的人无灭亡，反得着永生。伫这神的主日，感谢天父上帝临在伫阮的中间，阮正兄弟姊妹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阮来朝见你，来献感恩的祭，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服侍你，愿我主上帝欢喜悦纳。阮也要来领受主你通过尤牧师所要予阮的信息，
互阮会当晓悟来遵行。甲人教会正兄弟姊妹咧同心甲幼牧师团队做伙建立主的教会，成个共同体，听的大家庭，互囝仔来到遮的兄弟姊妹得到对主来慈悲甲怜悯。阮要互相帮赞，互相扶持，互相建立，伫主内底得到温暖的关怀甲造就的福气。阮嘛要为着台湾，阮所徛起的国家来祈祷，求主赐福保护台湾，互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会为着世界和平来努力，人权得到尊重公平，正义得到保障，大的无欺负小的，强的无吞食弱的，互台湾得到正名，加入联合国各国的世界组织，恳求主你赐福帮赞，带领成就台湾。阮也要为着圣经学院的经费、事工来祈祷，恳求主兴起搁较侪兄弟姊妹对圣经学院的负担有感动，来奉献，互学校伫个硬体、软体拢有充足的建设。本周有手情团的研习甲青年牧区定期会，恳求主保守看顾，互遮个会议课程顺利进行。继续，阮嘛要为心灵牧区第2区区长陈丰盛长老、李秀芬、王义军两位小组长来祈祷，恳求主赐福因即个团队伫主内底同心合意牧养小组，透过小组的关怀，伫社区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赐福第2区信主的人数日日增长。互因所做所行的，会做主的荣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咱来启应。启应文第30篇，诗篇121篇。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念的诗歌是应允的诗歌。
请咱来共中读上帝的话，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8节。和合本是伫个24页，其他版本看音无。马太福音第17章第1节。过6日，耶稣另外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带因爬上悬山。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伊的面光影影，亲像日；伊的衫白亲像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对因显现，甲伊讲话。彼得应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你若爱，我要伫遮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伊还在讲话时，忽然有光的云搭因，阁有声对云而出，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学生听见就趴落去，真在惊。耶稣进前望因讲：“起来，无得惊。”因夜目无看一人，只有耶稣那尔。请尤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能不能？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互阮会通继续伫你的恩典内底，求你的恩光无离开阮，总是照你的心意，毋是照阮的心意。互阮无论久久的信徒，也是受邀请来教会慕道的朋友，拢会通对上帝你的话来认捌明白，开阮的心窍，会通晓悟明白了，照安尼去行，真少福气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今仔用这段的圣经，甲咱三甲来分享，特别伫主耶稣伫上尾站吼，耶稣伫世上的时间，因带遮个学生，差不多要将近3年半。伫后壁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伊开真侪时间，甲伊的学生做伙，互因知影讲，要安怎伫上帝国的内底生活，用啥物款的方式。伫即段时间，伊甲学生做伙，比甲群众做伙较济。较要紧就是要透过训练一群的门徒，即个学生。顶礼拜咱听见讲耶稣在讲，我要上耶路撒冷伫遐受苦了后，回想者彼得安怎甲讲，千万毋通。当彼得讲千万毋通的时阵，耶稣甲讲一句话，讲啥？撒旦提去，安尼恁顶礼拜有咧听哈？撒旦提去，本来是有对上帝所领受，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耶稣讲，你即款的想法是上帝天父上帝启示你的啊。但是过无偌久了后，耶稣讲伊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受害，总是伊嘛讲要3日去活。彼得讲千万毋通啦，用伊家己的想法要来想耶稣头前的路。所以耶稣伫遮
透过即个宣告，心内即个学生的心内讲，若安尼讲，天国你所讲的上帝国会无去尾，会消失尾。这是犹太人甲这学生所关心的。今仔日经文讲安尼啦，过6日后啦，6日了后，耶稣就带这学生3个吼，彼得、雅各、约翰，伫遐来上山。遮无讲堆一粒山，有学者讲可能是黑门山，也是塔壁山。我会记有一遍去圣地以色列时，是去塔壁山吼。总是有无共款的解说啦吼，总是咱的对入山无要紧，较要紧就是耶稣带因到伫迄个山顶。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互咱看伊讲，即个3个会通大声看见耶稣所要互因看见的即个异象。所以因伫山顶，彼得、雅各、约翰看到耶稣变貌、形状拢改变，迄个荣耀的形。耶稣先互因大声来看见荣耀的人子以后的款式。今仔透过讲会当也袂当啦吼，照你的意思啦，哪会当吼？伫遮真好，搭3间寮仔，咱跩踮遮就好啦。会当也袂当，会当用咱家想法来想耶稣头前所要做的啊。总是咱看讲，耶稣也是讲，天父上帝对群众透过伊的话，直接要来纠正咱所想的错误。好亲像咱检测有人来教会，咱遮的人伫遮好好来学来敬拜就好啦吼。咱遮的人吼，咱遮的旧的会友甲顾好啦。检测毋免去传福音嘛，这嘛是有侪教会有即款的年长者，还是讲遮的老会友即款的声。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安稳伫一个所在，讲开就种内聚啦，就种伫内底，咱遮的人就好。总是耶稣的心意，毋是安尼。耶稣讲，你着爱去招万百姓安怎来做我学生。所以你着爱去，毋是等人来啊！你着爱去，毋是咱家己伫遮足好诶啊！安尼家己伫遮爽快就好，唱歌学乐安尼吼，毋是安尼吼。耶稣诶心意毋是安尼，像拄仔咱所看诶圣经共款。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透过遮诶圣经，要互咱知影耶稣甲学生诶对话，耶稣互遮学生看见诶。有摩西、以利亚出现。来坐镇，互伊伫遐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你若去看路加第9章的31节，甲咱讲因咧讲啥物款的内容？就咧讲耶稣将来要做事，伊要过身，然后要搁活，才会做遮个事吼。所以咱会通透过无共款的福音书伫遐来看遮个经文。的内容，作者要甲咱讲啥物款的话？伫遮咱有看伊讲，照基督的伊所讲的为着咱的罪，拄仔咱看即段的经文，咱做伙来读来。因为我所受来传予恁的，第一就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死，照圣经所记载，搁有外状。第三个搁我。也照圣经所记载，这就是后来咱看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伫遐咧为耶稣来做见证吼。主耶稣带着伊上帝国临到的时阵，是需要透过十字架苦难，即个苦路，即个道路被抬，然后3工对死人中过。伫问道理的时阵，常常我会问一个问题，讲你有相信耶稣是救我的主啊无？你若无相信耶稣是救我，那安尼咱就无永活的毋嘛？耶稣若无救我，咱这信耶稣的人比一般的人搁较可怜，因为咱用真侪时间伫遮来咧学乐敬拜。
总是竟然咱所学了敬拜主，袂通赢过死亡的关系，那安尼保罗讲咱心就空空。总是耶稣有告我，透过做这见证的人，所以历史上有这告我节，就透过足多这学生、这群众，因目睭所看到，伫遐来见证；透过这当时看见的人，因受圣神感动，将这事实、将这见证写落来吼。所以今仔咱要伫遮透过讲，伫软弱甲刚强的过程中间，门徒这学生嘛是有软弱的所在。所以透过上帝话要帮助纠正因伫因心思意念的错误，伫遐来改变。有两个目的，头一个就是对3位学生因伫山顶，这个亲目看见、亲身的经历，伫遮要来认捌耶稣到底是啥物人？咱来教会敢毋是安尼吗？耶稣到底是何方的人物？耶稣是正神的中间一位尔吗？还是伊是独一真的神？透过这3位的经历，透过上帝的话见证，透过摩西、以利亚的显现，要伫遮来见证耶稣是人子弥赛亚，是伊的身份甲伊的使命。第二个就是讲，咱要来听，当上帝伫婚彩中间。伊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是我所欢喜的，恁着爱听伊。”对安尼是毋是咧对咱讲话？对这个无道的朋友讲，耶稣真正是对天顶来，恁着爱听伊。对于咱这个信靠耶稣救话的人，嘛得甲咱讲，恁着爱伫遮知影耶稣所做，就是来要救赎咱。毋是坐迄个悬悬的宝座，伊是实际行伫人群的中间，行伫人的艰苦，伫人的艰苦，伫人的需要中间，甲人三甲徛起，甲人三甲做伙。所以头前咱有看到变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7块饼几尾鱼，互4000人食饱。而这个成业技术，这咱已经有讲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无论是5000，无论4000，这些侪群众，因为耶稣伊所行的生业，因为耶稣所讲的真理，互因心内，互因外在，互因肉体，拢会通得到满足。总是耶稣要讲的，毋是安尼那定，较要紧就是互这个福气会通一直到永远活。拄华语礼拜了，有咧甲姊妹吼，咱的。无道的姊妹咧讲咯，嘛讲到这个公妈神主牌的问题哦。即摆少年人愈来愈无要甲伊拜啊，若安尼要安怎？要安怎？安尼咱的祖先要安怎？讲上帝真正奇妙，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解决即个问题啊。因为你若知影拍开这公妈牌吼，神主牌内底只是将咱遮个过往的亲人的生辰日月甲写落来。既然都往生往生投胎转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成做新的身份那安尼咱咧拜啥物啦？何况咱的华人咧讲信将追远要追到偌远？这个信仰就是耶稣来出世，然后降生入伯利恒，伫加利利宣教，伫耶路撒冷受死，搁活。伊甲咱讲的真理，就是伊是对天顶来，伊报咱一条路，一条永远的道路，互咱知影讲咱的生命的源头是对倒位来啊。所以当咱信靠耶稣，将这个公妈，这个所有历代祖先归互耶稣，就解决这个问题。就免烦恼讲是毋是要摕去菜场，要摕去这个塔伫遐，互人来拜。子孙无要拜啊，要安怎啊？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信仰真理，耶稣来开一条路，互咱清楚知影讲，咱用心灵、用真实、真正敬拜这位搁真搁活的主。圣经透过真侪这历代信徒、这门徒，对咱来做见证。总是有当时，咱嘛会伫遐来想讲，哇，有做这神啊，应该是有
遮有败有保庇嘛，所以遮了嘛。所有宗教拢劝人最好嘛，最善嘛，拢有常常有遮错误的观念伫。无所有宗教拢会引带人行到伫迄个永远的道路啊。所以今仔耶稣伫2000多年前来到伫世间，行12架苦路。4月，咱的兄弟甲对牧师去行遮个苦路过吗？你伫行的过程中，毋知感受到耶稣2000多年前安怎替咱来行即条苦路？实际行伫迄个历史的内底，你家己亲身进入到伫迄个历史，透过导游，透过遮个解说，透过遮个礼拜堂伫遐咧见证讲耶稣过去捌安尼做。总是伫学生的心内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讲，伊好亲像大笔在世共款。大笔式的弥赛亚的时阵，就是好亲像君王，伊要骑战马，伊要伫遮来引带遮个犹太人伫遮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会通登基做王，遮学生嘛会通伫个四周围伫遐一官半职。做官做啥物货安尼？总是当耶稣咧讲，伊要上耶路撒冷，要伫遐受钉伫12架，那安尼一切美梦拢破灭。马太、马可安排即段的目的，就是要甲咱讲彼得甲耶稣的意见袂合，想法无共。因为彼得认为，也是遮学生侪人认为伊是政治、伊是军事的弥赛亚，所以应该是来革命，然后伫遐来建立一个属于家己的独立的国家。第二，彼得伊想讲，遮真好，看见摩西、以利亚出现，然后荣耀充满，那安尼遮真好。咱来起3间庙为你、为摩西、为以利亚。伫遮其实伊将耶稣将摩西甲以利亚的地位，甲看做平等啦。彼得这个话错误的认为讲，即3位是共等的，伊地位拢平等啊。伊不但要留条基督，伊也要留条甲基督平等的遮个人物，遮个摩西、以利亚，伫摩西、以利亚的身份会代表律法甲先知因为律法甲先知是要引带人来认捌弥赛亚，认捌这位救主。伊是要见证耶稣，毋是甲耶稣共地位。咱来做伙读来，咱伫遮真好，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遮个拢是将来事的影，若是行就是基督的。所以伫遮，互咱知讲，遮个经文的意思伫遮，其实背后咧讲就是讲，耶稣才是真正迄位主角。然后遮个圣经、遮个真理、遮个见证，拢是要见证耶稣将来所要做，甲伊的身份。会通踮遮搭3间了袂？因为伫遮足好啊，看见上帝阳光好，亲像咱伫一个属灵的即个感动的内底，安尼真好，真荣耀。所以主啊，伫遮搭3间了安尼好毋好？因为伫遮真好啊。摩西拄仔我有讲，伊讲代表啥？律法，就是咱所讲的摩西5经。另外，以利亚是代表啥？先知的角色所以拢要为着耶稣伫遮来做见证。但是彼得学生看见遮特殊的即个异象了后伊毋愿离开啦，因为爱落去，若照耶稣所讲的爱受苦、爱死啊，若安尼咱则就无倚靠、无望啊，将来是要安怎继续行落去啊？所以对彼得来讲，伊看见的其实伊并无了解所以伊毋知要讲啥，最后讲无伫遮搭3间了好毋好？
其实，甲伊所受的一寡遮的律法的顶面念面，咱会来看去，为什物伊讲遮个话吼？所以律法甲先知是要引带咱来认捌耶稣是救主，是国外主，是要互人得到永远活命，毋是看，互你凭你的眼界，你看到一个异象，你就甲若亲像全部安尼。伫遮来打三更了啊，好毋好？哦，检菜伫遮耶稣伫山顶变貌，阁有以利亚，阁有摩西出来坐镇。这经常看伫彼得伊的目睭内，伊可能想起即段圣经，咱做来读来。看耶和华大阁通行的日未到的大声，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吼。伫马列基书的4章第5节，认为讲以利亚的出现，就是代表上帝伫末日过来最后的拯救，要拯救伊百姓的日子已经来临啊！也检查互伊想到即段圣经，咱做伙读来，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村的人，要年年上来敬拜大的王。万军的耶和华也守大了节，地上万族中，岂若无上耶路撒冷敬拜大的王？万军的耶和华要无落雨伫遐，埃及族若无上来，要无雨伫遐，要有灾厄，就是耶和华用来攻击遐个无上来守大了节个列国个。这就是埃及的刑罚，也是遐个无上来守大了节个列国的刑罚。所以上帝的将末，就是讲落尾的拯救已经完成了。所以透过安尼，伊咧讲伫遮来打三更了，好毋好？伊看见上帝荣耀的彰显，伊要互欺负以色列人，欺负遮以色列人的外族，就是罗马人，要伫遮来拍败伫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因要做伙来到圣殿，伫遮来敬拜上帝。所以彼得检采学者有安尼解释，伊想到遮的经文，然后就讲毋知要讲啥，嘛无爱照耶稣所讲的安尼。所以咧讲，安尼看见遮的形象，检采是上帝拯救要来啊，所以伫遮打三更了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准备来庆祝，亲像因得到胜利伫遐，咧庆祝迄个大了节，这是以色列人因真要紧一个节庆。来等待上帝落尾拯救的来临哦。这是彼得检采有伊伫心内即款的想法，透过一侪这学者有即款的一个讲法吼。上帝要纠正人的错误，就实际伫人的中间，伫遐来启示，互人知影。好亲像真侪遮的初代信徒，因伫迄中间像拜五有用使徒行传第9章伫遐甲来参加祈祷会的人分享，就是讲扫罗伊伫大马色的路站看到光，然后安怎？伫地里安尼拍的，目睭无看到。然后有声讲：扫罗，扫罗，你为虾米迫害我？伊讲：你是虾米人？主啊，你是虾米人？耶稣讲：我就是你所迫害耶稣。伫遐一开始安怎？透过迄个光伫遐来拄着耶稣，然后伊的目睭痴迷。上帝即个时阵也透过异象启示互安那利亚。甲伊讲，你去甲帮赞。安那利亚讲啥？即个大歹人，这专门要来迫害基督徒的，你叫我遐救吗？但是最后伊顺服伫上帝的异象的启示，然后伊去甲帮赞，为祈祷了，目睭哪有虚然落落伊的目睭就金，开始伊的生命就转变，成做一个真要紧宣教的使徒。所以咱看见有当时照咱的想法。卖啦，迄个大歹人，迄专门摕着遮个命令，要来迫害信耶稣你的人呢。
你叫我去遐救，若像安尼你袂无？你去遐救，像即马大陆受着真大的迫害啊！你要帮助伊无？你要甲救无？上帝的心意就是你爱甲救啊！检查伫咱的亲友中间，伊过去困着你，歹款待你，你要甲救无？你要将福音传互伊无？甲你关系足歹啊！你要将福音传互伊无？有人咱想法啦，毋爱啦，我传互别人较紧啦。种上帝若要爱你做，你要做无？即就有当时咱看见文道伊所想的，甲耶稣所想的无相款。伫山顶的变貌，要表示讲耶稣是人子弥赛亚即款的身份，就是受苦的奴仆，是为着咱来付出代价哦。耶稣咧讲有限的过程中间，伊爱受苦，伊爱顶十字架，总是伫咧过程中间伊会搁活。彼得讲毋通，耶稣讲撒旦提起毋通阻挡我的路，毋通颠破我的骹。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你敢若体贴啥人的意思？咱顶回有讲过啊，所以甲咱复习者，这是要考劝学生按照上帝心意，才会通得到荣耀的续命。伫16章的落尾，耶稣嘛讲，恁遮遐活地的人吼，伫未过身之前要看见的荣耀，真正经过6天啊，因会通看见耶稣伫迄中间来彰显伊的荣耀。这学生伫完全清醒的中间来看见耶稣变貌，然后看见代表律法的摩西，代表先知的以利亚伫遐做来显现。当然，路加福音伫遮甲咱讲，因咧讲的话，就是咧讲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死，要搁活，要完成上帝救赎。所以后来彼得伫即段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搁读哦。伫彼得后书第1章11到18节内底，伊就伫遐咧见证即段伊家己的经历。我有看到上帝的阳光，然后搁有对天来有即个声讲：这是我所听的囝，我所欢喜的。所以伊家己伫路尾，伊家己用即款的生命的见证，伫对遐个信徒来讲话，讲我真正有即款的看见。伊特殊即个特别的超自然的经验启示，互你知影。所以上帝用一般的启示，就是看圣经，透过祈祷，透过一般的聚会。嘛有超自然的启示，就讲有个人伫祈祷内底受圣神感动，看见真侪只异象。所以有一般的启示感动你，也有超自然的启示，互你来感受到。有人讲，我有看见天堂，我有看见侪只事，安尼过程。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感动。看啥物，你甲伊关系偌好啊？你一工用偌济时间亲近伊？你愈亲近伊，就愈将伊的荣耀显明互你看。哦，这就是为虾米咱每一日要爱单独的就要爱灵修的。你用偌济时间？你甲你的亲人用搁较济时间斗阵时，是毋是你搁较了解伊，了解伊的状况？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山顶的变貌，就是要互这学生这做领袖以后会通成做一个见证，互因错误的期待、错误的思想会通伫遮来改变。第二，咱看讲有传统上，我拄有讲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那安尼，即两个旧约最主要的两部分，拢伫遮来见证出现啊，拢伫遮来表达出耶稣是人子弥赛亚，就是伊的确要做遮个事。咱做来读即段来。忽然有两人甲伊讲话，就是摩西、以利亚，因伫阳光出现，谈论伊的过失，就是伊伫耶路撒冷所要历过的哦。所以即段圣经就互咱真清楚讲，因咧讲啥物款的话，咧对话一方面嘛要互遮学生、遮做领袖会知影，然后因有机会去传达啊。路加
即个医生作者用无共款的一个角度伫遮来看，有摩西有以利亚甲因做伙伫烟光的内底。整个的变貌的意义，就是要为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伫遮来做见证。所以上帝的话、上帝的神来充满咱，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互你我来做见证。毋是家己伫遐爽快哪定，家己遐领受迄个属灵无共款的经验哪定，这个经验，拢要互咱亲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你得到这个快乐，就是要去到伫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啥见证，来见证耶稣是国外主，是性命的主，是受苦的奴仆。所以伫遮咱有看能透过摩西、以利亚有出现，代表律法甲先知旧约伫遐来强调，伫遐来做见证。过来呢，上帝阁亲自伫遐来做见证哦。伫山顶4月有去到伫西奈山，西奈山是摩西因领受10条诫。有人爬到一半嘛，行路道去到一半，因为迄爱阁行路道无法度去哩啊，爱阁行头40-50分钟啦，40几分钟迄行到尾啊，强要下箍价袂分火啊，你知无？不过坚持哇，加一支管啊无要紧。去到伫顶悬迄个所在你会感受拢当时摩西伫遐领受迄10条诫。然后落到伫百姓中间，要来传达上帝的意思。所以山顶因常常用这个山来表达上帝启示一个所在啊。伊要甲伊的心意、伊的意思、伊心内的话，要对人讲，然后恁才可以传达这个云彩这个云彩另外就是咧上帝甲恁三甲同在，甲人三甲同在。所以伫摩西伫领受10条诫时，嘛有出现即个情形伫云中的时阵，上帝甲伊讲你着爱安怎做，你着爱安怎做你着将即个10条诫颁布落去，互人去遵守，清楚表示伊启示伊家己的意思。上时咱有看见耶稣伊变貌的时阵。上帝嘛安尼出现，然后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爱安怎听伊啦？恁着爱听伊的话，彼得你着爱听伊的话，雅各、约翰你着爱听伊的话。意思嘛是爱甲这彼得、雅各、约翰讲，恁去甲遐个检测有无共款这错误的观念的，恁爱去甲讲，爱听耶稣的话。因耶稣所讲的是真实的，所以有上帝话伫遐来主导的生活，才是上帝所欢喜的生活。所以伫遮咱有看见透过山顶的变貌，上帝甲伊亲身伫遐来启示来讲，好啊，恁着爱听伊啊，恁毋能够坚持家己的意思。彼得门徒无了解耶稣的身份甲伊的使命。所以透过作者马太、马可，也是路加，因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彼得，你的心思意念爱改变，恁着爱听耶稣的话，毋通阁主动耶稣千万毋通安尼做，毋通阁互耶稣讲撒旦摕去互咱主动上帝所要做的。今仔有当时咱嘛会亲像彼得讲，伫遮真好啦。咱免用遐济时间传福音嘛。总是耶稣讲，恁着爱去将万百姓带到伫耶稣面头前。所以上帝家己亲自伫遮来讲耶稣所讲的是正确的所以咱着爱听伊。所以今仔日咱看讲，当上帝讲这话了后，摩西、以利亚就拢无去，然后不见一人，安怎？干那看见耶稣。就要互咱提醒讲，咱伫生活中间，咱注目注神看伫耶稣身上，听耶稣所讲的话，这是我所欢喜的，所以恁着爱照安尼去行。
这个故事最后用只看见耶稣一人伫个所在来做一个结束，然后因就落山去。实际就是要进入到人群的中间来解决人罪问题，解决人未来问题。你看耶稣嘛帮助咱明白伊真理了后，就爱去到伫咱的社区四周的中间，去到咱的兄弟姊妹中间。看见伫伊的生活、信仰心内，遮个苦难的问题，然后安怎？恁就爱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可能你爱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神啊，你爱为伊祈祷啊，你爱安怎甲伊讲啊？检查你咧传福音的时阵，伊甲你安怎拒绝啊？甚至甲你骂啊？有人捌经过安尼无？我想有啊。但是上帝话讲啥？伊拒绝不要紧，因为这个平安福气拢归伫啥物人？所以你就袂阁失志嘛。你无爱，你拒绝好，我阁加一个福气，安尼了解无？所以马太福音咱这段时间，今年用真侪时间咧看马太福音，就是互咱一步一步去了解讲耶稣伫遮所要讲、所要做的。然后伫遮互咱只有看见耶稣，然后跟对耶稣来行。所以，互咱的生命、咱的眼界、咱的心思意念，当无道的，我要邀请因做决志祈祷。我常常咧提醒讲，耶稣来成做你的主，伫你的灵、伫你的思想、感情，以及伫你的身躯来掌权做主。咱来练咱的眼界，练咱的想法，就会互咱知影讲，耶稣会安怎做，我就照安尼做。我才会通进入到伫伊所讲的迄个福气的内底啊。无论是8福气，还是几个福气内底，最上要紧的是后壁永活的福气啊！这是华人一直在注重嘛。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这段圣经，毋是我会使伫遮搭了啊袂，我会使伫遮真好，我会使家己独特啊袂，毋是。啊，所以讲你着爱去，因为我就是要行入人群的中间，然后伫遮来解决人未来问题、人信仰的问题、人会通得救无得救的问题。第二，咱求上帝来帮助，互咱会通听耶稣的话，回应伊所要交托互教会的使命。啥物人是教会？甲你的边仔讲，你就是教会。所以大使命互教会就是要互咱每一个人，所以恁着爱去啊，去招万百姓，包括你的亲情朋友啊。求主来帮助咱，毋是家己伫遮来领受拿掉吼，所以爱听趁耶稣的话。咱做伙起咧，咱用首诗歌吼。当咱漂流不定的时阵，耶稣检采找人来引带咱来认捌即个福音嘛。因上帝嘛要透过你哦，伫遮来引带人，即个到伫主上帝内面哦。咱用首诗歌来回应咱所听的话。敬拜的帮忙唱。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予阮飞。不管天顶遐尼宽，不管风雨遐尼大，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着阮的山。爱风吹，轻轻放予阮飞。爱风吹，轻轻放予阮飞。阮的上帝，看阮的山永远袂失迷。爱如风吹，轻轻放予阮飞。爱如风吹，轻轻放予阮飞。阮的上帝，看阮的山永远袂失迷。对头来。爱亲像风吹，轻轻放
吹永远袂熄灭，一生对你，一生对你，一生爱你，风吹永远袂熄灭。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人生检菜有失的时阵，阮的想法有甲你无相共的时阵，你来就是要帮助阮，好亲像迄条风吹线引带阮到伫主你所要互阮的行义的路。伫阮软弱的时阵，啥物时阵回转，我靠你，阮就真做勇壮的人。来帮助阮会当看见主上帝伊的心意，看见人主比赛啊，愿意为着阮世间人来受苦，来背这个十字架。求你的神来感动阮，也愿意背起阮家己的十字架。阮有做这个负担，伫遮来为着阮的亲人来祈祷来祝福，因带因嘛有机会来得到这个福气。这就是你互教会的使命，愿主你来帮助阮，圣神不断来感动阮，也感动阮在座的这无道的朋友。阮知影耶稣是国外主，是通成就阮一生的活靠。愿主你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你是宽仁至圣的主，阮的一切是对你所来，阮也要学习活靠你的智慧，遵照你的律例来行做。伫阮的每一天，阮要回应你的听。即时，阮愿意奉献时间、金钱、才能来做你圣工的所用，求你来干纳。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咱有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圣，咱要为着三项事来祈祷。头一项就是讲，为着咱会当认捌耶稣基督身份吼，以人主受苦比赛亚来祈祷，会当听主的话，来正入到真理内底。
为着下晡继续有关怀小组长的训练会吼，会当装备甲下伫上帝心意的。为着咱10月初7、10月第一礼拜要召开临时会员好会，会当顺利来选出4位长老任命的执事吼，咱开声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伫2000多年前来到世间，道成的肉体，互阮世间人有机会来认捌天父上帝的疼。你是国外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守世人永远毋忘的主。你是迄条路，是通天的道路。互阮会用信心的目睭来看见，阮会通倚靠你。伫生命的路尾，阮会通